环境影响嘛，那没上课。最近的环境加好玩，演完都表演。等一下还没有好哦，还有纪念品，我们要帮他整理状元的纪念品。哦，20多颗到30。那个，等一下上完一下好了。来，选手点按住，给他精进状元、勤学状元、这种荣誉状元、和集体状元。啊，是我们在荣誉状元这边，还有另外再颁一个我们挑品袍的一个纪念品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精美，是由我们听众帮我们颁发给我们小朋友，荣誉状元的各个小朋友。哦。安排在安尼，阿妈主人那个，人力分老师的妈妈。有教无类。阿妈主人搬去学校。我们的状元文炳生，状元文炳生先生，请到我们舞台请集合。张宣荣小朋友，张宣荣小朋友，请到我们舞台前集合，请到我们舞台前集合，谢谢。